你需要學習靜坐嗎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偈，講下靜坐呢樣嘢。好多人一聽到靜坐就以為係啲老師傅喺深山入面閉關，或者係好神化嘅修行，其實唔係㗎。靜坐就好似俾你個腦同個心做一次深層清潔兼充電，人人都可以學，而且超實用。點解要靜坐？唔係要你出世，係要你更好入世。你每日返工放工睇手機睇到眼蒙蒙，腦入面塞滿咗未讀信息、未完成嘅 KPI， 仲有屋企嗰堆瑣碎事，係咪覺得成個人好似被一團亂線纏住，透唔到氣？靜坐就好似一把剪刀，幫你剪開呢團亂線，身體會講你知佢好開心。每日坐一陣，你會發現腰唔會再咁痛，肩頸都鬆咗，成個人挺拔咗，氣質都好咗。有啲人話靜坐1個鐘等於瞓4個鐘，雖然唔係人人一樣，但精神確實會好返好多。情緒垃圾要倒下，煩惱、焦慮、怒氣呢啲都係情緒垃圾。靜坐就好似涼，幫你走啲垃圾，個心恬靜咗，人自然開心啲，腦袋會變得超清晰。當你安靜落嚟，先會發現原來好多問題嘅答案一直都喺度，只不過被雜念遮住咗。靜坐可以幫你開啟內在智慧，有時仲會有啲意想不到嘅創意彈出嚟添，專注力大提升。而家個世界誘惑太多，刷下手機半個鐘就過咗。靜坐就好似幫你個腦做 gym， 練得多，你就可以輕易拒絕誘惑，專心做好一件事。靜坐前準備，唔使大陣仗，啱自己就最好。有人話我屋企細，有冇蒲團？點靜坐啊？其實靜坐唔係睇場地，係睇你個心。心情先放鬆，坐低之前同自己講，呢10分鐘係屬於我嘅，乜都唔好諗。揀個好時間，朝早起身未刷牙，或者夜晚瞓覺前，都係好時間。呢2個時候，個心最容易安靜落嚟。身體先熱身，唔好一坐低就僵住，可以搓手，按摩下塊面，搖下頭，扭下腰，等身體暖返，血液循環好咗，坐得都舒服啲。環境要簡單，房間唔使大，最緊要清靜通風，唔好俾風直吹。擺盤小植物或者點支香都可以幫你更快入狀態。五件事要調好：調飲食，唔好飽住坐，亦唔好餓住坐。食完飯等一下先坐。調睡眠，瞓得好先坐得好。夜晚11點前最好就瞓覺嗰陣就乜都唔好諗。調身，坐得舒服，背脊挺直，但唔好死撐。調息，呼吸要慢要細，好似貓仔瞓覺咁。調心，唔好俾雜念帶走，見到佢哋笑一笑，等佢哋飄走就得。靜坐姿勢，7支坐法，唔係要你做柔術。好多人以為靜坐一定要雙盤，其實唔係，最緊要係舒服，唔好為咗姿態整傷自己。7支坐法係一個好實用嘅指引。雙足跏趺坐，雙盤、單盤、散盤，甚至坐喺椅上都得，最緊要腳舒服。背脊豎直，想象自己係一串珍珠，背脊挺直，但係鬆弛嘅，唔好硬邦邦。手結禪定印，雙手輕輕疊喺肚臍下面，左手喺底，右手喺面，好似捧住個暖水袋咁。放鬆兩肩，肩膀向下沉，唔好聳起，好似卸落2袋寵物咁。舌尖微抵上顎，閂埋口，用鼻呼吸，口水多咗就慢慢吞落肚。閉口呼吸，呼吸要自然，唔好刻意控制。眼微張，唔好完全閉眼，容易合眼瞓，亦唔好睜得太大，容易分心。睇住前面地面一點，保持清醒就得。呼吸同調心，唔好同腦袋打架，要同佢做朋友。靜坐最難嘅就係腦入面啲念頭好似跑馬仔咁停唔到，唔好驚，呢個係正常嘅。數息法，數自己嘅呼吸，吸氣1，呼氣2，數到10，又反1，數錯咗都唔緊要，反去1就得。隨息法，唔好數，就跟住呼吸，感受空氣流入流出鼻腔嘅感覺。6字訣：豎、
呵、呼、吹、氣，配合呼吸，好似同身體講少少話，幫五臟六腑鬆一鬆。至於調心，有幾個好方法，係心一處，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度或者丹田度，念頭飄走咗就溫柔咁拉返嚟，反照內觀，做個旁觀者，睇住啲念頭飄嚟飄去，唔好評判，唔好跟住佢哋走。意念係緣一境，將情緒、煩惱、思維都當成靜坐嘅對象，同佢哋和平相處。靜坐完咗，唔好彈起，要慢慢返現實。靜坐完咗，唔好即刻彈起走，要俾自己一點時間過渡。按摩下自己，搓熱雙手，按摩下塊面、耳仔、頸椎，等血液循環返正常。坐後調整18式，慢慢搖下頭，扭下腰，踢下腳，活動下關節，把心放回腳上，慢慢睜開眼，睇住自己對腳，感受下腳下嘅地面，等自己平穩咁返現實世界。6. 練好靜坐嘅5個要訣：唔急、唔貪、唔理。1. 持之以每日10分鐘，好過一次坐3個鐘。2. 唔求速效，靜坐係種花，唔係種草，要慢慢澆水先會開花。3. 一切物理，無論見到啲乜、聽到啲乜、感覺到啲乜，都唔好理佢，當佢係風吹過。4. 痛改習氣，靜坐唔係只係坐喺度，係要喺生活中慢慢改自己嘅壞習慣。5. 淡然面對，有時會開心，有時會煩惱，都係正常，保持平常心，唔好驚，亦唔好貪。最後，飲食同睡眠都好重要，多啲食新鮮蔬果、五穀雜糧，少啲食油膩辛辣嘅嘢。夜晚11點前一定要瞓，瞓得好先坐得好。靜坐其實就係同自己相處嘅時間，唔使去深山，唔使拜名師，只要你願意每日俾自己10分鐘，安靜坐低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平靜同力量一直都喺你心入面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試下靜坐，俾自己一個機會睇下內心嘅風景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